银色轿车驶到真紧，后一秒先弄到停伫路边的白色轿车，刷落来佫对头前弄，停伫佫头前的玛莎拉蒂嘛互弄着，弄啊真大力，互车嘛冲出白烟。顿了一下，嘎了一下那种声音，后面听到开始撞击的声音了。连路边的电火条啊嘛互弄断，轰弄的玛莎拉蒂车头车尾拢变形，互车主真唔甘嘛真无奈。啊，那弄来接啊！那弄来接。另外一台白色轿车状况嘛真惨，道边的前脸互弄飞到100多公尺远。飞到前面去了。会不会觉得自己很无辜啊？停在旁边无缘无故被撞？会啊，当然啦。车祸发生伫半暝2点外，肇事者驶过台南花平路的时，车辆向失控弄到路边的2台轿车，阁有2台机车。驾驶嘛无开，掉伫车内。警察赶到现场，随甲人救出来，送去病院。肇事者疑似车速过快，送医救治，肇事责任待厘清。肇事原因，警方正在调查。只是咧一路唔但驾驶家己受伤，车嘛歹去，阁有价值几啊百万的玛莎拉蒂嘛变形，真歹修理。4台汽机车的赔偿金额看起来嘛会互驾驶真难忘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